尊啊，听新尊的服侍，听新尊的服侍。这是大洞庙，这条水路是古代的水业金港，古代盐水业金港，清朝时代第4大港，业金港、盐水港。就在大洞庙旁边这条水道，152路3门表事业经，152路3门表事业经。水业金港，你看旁边的庙叫古代人叫聚坡亭，清朝的时候叫聚坡亭，聚在一起。